客气的。好嘛好。可能。要追着整水，要水要追着，要不就。你明天早上给那个大姐说，她来，妈她来我这儿有小秤，妈称了，她100多斤少嘛，先嘛称了，那个收音机登记的，好，明天来付你们。你看他写在这儿嘛？你要说清楚嘛，这儿，好。那胖子啊？第一家。哦。哎。你跟他说清楚嘛，好。哦。
汽车，也没得这问题不大。专家坐诊的地方，竟然就是这样一间医院。专家，小弟，我这儿是事情，看诊所告密，你看我外头招牌，反正好久不干。言谈之中，这位理性专家十分的自信。那人呢？而觉得中医倒还真不是主流。专家还其他。唉。言归正传，还是让这位准世界名医先给我们记者看一下吧。记者本来没病，李专家这么一说，记者就得了结核病，这可是重病了。不过这样的病对于他来说呢，是药到病除，并且这样的病还少有人治。我要是说了，吃啥不来，只怕有些。该中病中病专家，在世界作为病毒呢，西医就成不了。西医他医做工作，然后我让你说我去说一个医生，我一个而且还要出来不也肿瘤嘛，就是癌症嘛，癌症，各种癌症，包括变性病，其实我一般性病。肿瘤专家治疗白血病，他能治疗艾滋病。听着李专家侃侃而谈，记者就总算是证明了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吹牛的确是不用闪税的。今天我只要3天5次来。哎呀，同时我就白血病，白血病一般是非典上的，非典也就相当于连非典发生的时间都弄错了，这位专家的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。
专家究竟是怎样在为患者治病的呢？稍后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。李专家说的口若悬河，使我想起了某一个小品当中提到的大夫。说真的，通过前面的报道，咱们认识了李专家。我估计没多少人真正赶到那儿去看病。那李专家真的也敢给人看病吗？我们希望李专家前面给我们讲到的都是开玩笑，可是通过继续的采访，发现我们笑不起来。肉食作者却号称学贯中西，高治百病，难道真实话不再是？4年当中，不是都还没有治不到病。关注成都全接触发现了记者为您带来的独家报道，专家如此坐诊，让人怎能放心？这位专家究竟是怎样在给人看病呢？第一次就诊以后，记者见过开病没有必要，而此后记者来到李专家的诊所，从侧面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这位专家的信息。我们找到我啊，你看我4倍，你觉得我吃有多点重？哪一个是我身体？李专家的生意做得不错，记者第二次还要努力见到李专家时，一见面还是没有关于自己会是的事。我会不讲东西，需要讲。京东啊，你西只算半，西人外头最多，我整了以后呢，又好一段时间。这个放到这儿就变好了。有些毒药还要吃。李专家的话被突然出现的老鼠给打断了，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李专家显得是相当的淡定从容。记者赶紧让他给我开药，没有想到李专家这里开的药都是他自己制作的。在记者的要求下，李专家当面确认这些是。你就插在口头，他满口的细菌现在跟你小，说他后来的快了1秒钟、2秒钟，止痛止痒消肿。李专家随手拿起桌面上的一个杯子，又拿出了一盒不知名的药剂，再加上一堆放在杯子里的针管，开始勾布。看电视都没往那跑呀，你看那个可好看，大天也觉得你其实那个头发白色，小心点事，不然那个。